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立委林岱华涉嫌诈领到助理费。东港phòng搜索带回去问笔录的时阵，是话讲政治干涉司法，司法干涉初选。林岱华今仔日回释咧，讲这句话唔是咧指控到党内的同志，嘛唔是咧指控司法人员。根据着周刊的报道，林岱华疑似甲小妹、甲王姓的亲情列为人头，甲助理费汇入因的口座，结果由小弟的事务所甲钱欠入去林岱华的户头。不过林岱华的妈妈是替查囝发冤枉，讲无这个代志。当搜索侦讯还在进行的同时，就有诸如100多张搜索票等不实的讯息在媒体流窜，恶意十分明显，使我感到错愕。因此，对于刻意且恶意的留言，发出不平之鸣。出面发声，为着涉嫌诈领助理费，叫苏小带回去侦讯迄天，发出这段话。这个话讲出去，互各界拢伫咧议论。林岱华交保了后5天来回释咧。这句话并非指控任何党内同志，也并非指控恪守职责的司法人员。根据周刊报道，林岱华敢若用4个人，包括小妹做人头，将助理费汇入去因的口座，佮由小弟的事务所内底员工分别将钱欠入去林岱华的口座内底，敢若涉嫌诈领要2000万。传出人头名单内底，敢若包括王姓的亲戚朋友地夫啊，含出家钱，不如个林妈妈替查某囝发冤枉哦。清白，我们理直气壮，我们都没有人头，我们不需要去做那个人头啦。周刊嘛讲，检方所涉林岱华服务处时，找到2张纸字条，一张写伊含通法司主持准备毁任的律师名，伫咧主持的房间内底，嘛扣到2张小相的字条，是对发现几个被告暗算毁任的律师有重合性，互检方怀疑因虎斗康。那侦查不公开任何的案情点点滴滴，我都不会在媒体上、公开上做任何的发言。针对案情相关细节，林岱华强调，会伫咧法庭后悔自行宽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